20号暗时7点，伫台中7期台湾大道一个建案工地导火，火势对地下室冲出来，现场有大量的乌烟，消防人员到现场布水线进行灌救。地下室烧起来，消防人员真歹拍火，到暗时9点外才控制火势，不过现场一直有残火。 消防人员拍火归暗超过14点钟，不过地下室也是有翕烧的情形。火调人员其实也有过来了，现在正在做笔录当中。等到比较稳定的时候，才有办法到下面去。就惊残火会引起火势，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继续抢救。不过是安怎工地会导火？工地主任说是因为模板放在地下室，不明原因烧起来。昨天就是我的朋友。 应该就这附近大楼，这大楼看到的就是看一大堆一堆废弃物啊，他就看到废弃物在烧啊。台中市议员张耀中讲，导火原因敢若是有人伫工地上建造废弃物引起，而且这个建商2年前伫台中高铁建案同款嘛发生工地大火。这不是第一次犯，是累犯。那刚才那个2020年那个好像也是烧废弃物啦，所以这个建设公司这么大一个建设公司哦。 整个安全的管理，还有整个工地的管理，太疏松、太懒散了。建商伫公开资讯观测站发声明讲，目前正在做地下室工程，进度是地下室站的地板，现场无工程人员施工。另外，火灾恐惊造成建物结构出问题，因讲会委托第三公证单位进行结构安全鉴定。 市府劳动检查处嘛到场调查，要针对建筑工地是毋是有将废弃较高小的物件隔离火源，确实处理。目前结构体经过高温的影响，强度可能会有问题。卖会动营造建筑师到现场勘查，当时业者嘛已经违反建筑法，将会分2边分别采取营造厂，阁有监造建筑师28000块的罚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